日本婚姻中的出轨文化。提到三国时期的倭国，许多历史爱好者或许会联想到魏国使臣在《三国志·魏书·倭人传》中记载的那个遥远岛国，也就是今日日本的前身。魏国使臣曾记录了倭国的一些奇特社会习俗，其中之一便是婚姻关系中的开放态度。出轨行为似乎在当时的社会中并不鲜见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认。这种现象是否延续至今？800多年过去了，日本的婚姻观念和社会风气是否依然保持着这份标新立异？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婚姻中的出轨现象，结合历史、文化和社会现实，揭示其背后的原因与变迁。欢迎来到本期内容。在这里，我们搜集了全球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走进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在《三国志·魏书·倭人传》中，魏国使臣描述了倭国的社会风貌，其中提到倭人社会对婚姻关系的态度较为宽松，女性在某些部落中拥有较高的地位，甚至可以拥有多个伴侣，而男性对此似乎并不介意。这种记载可能与当时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社会、部族文化盛行有关。然而，历史的记载往往带有观察者的主观色彩，魏国使臣的描述可能夸大了某些现象，或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。进入平安时代794至1185年，日本逐渐形成以贵族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结构。《源氏物语》等文学作品中，贵族男女之间的多角恋情和婚外情被描绘得浪漫而复杂，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婚姻关系的复杂态度。到了江户时代1603至1868年，儒家思想和武士道的影响使得婚姻制度更加严格，女性地位下降，忠贞观念被强调，但男性依然可以在合法范围内纳妾或频繁出入花街柳巷。明治维新1868年后，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，西方的婚姻观念逐渐渗透，但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。20世纪后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，日本的家庭结构和婚姻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单职工家庭成为主流，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角色，而男性则专注于职场。这种分工模式为现代日本婚姻中的出轨现象埋下了伏笔。根据日本媒体和研究机构的调查，现代日本的出轨率确实较高。2020年，日本一家知名调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，约 49% 的已婚女性承认曾有过婚外情， 5.9% 的女性在调查时正在维持婚外关系，而男性的出轨率更高，约 55% 的已婚男性承认有过类似行为。这些数据引发了广泛讨论，也让人们不禁好奇，为何日本的婚姻中出轨现象如此普遍？这种现象是否如某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，是一种生活常态？日本的影视剧、文学作品和流行文化中，出轨题材屡见不鲜。从《源氏物语》的古典浪漫，到近代文化人类学家露丝·本尼迪克在《菊与刀》中对日本社会复杂人际关系的观察，再到现代日剧中的人妻题材，如《昼颜》，出轨似乎被包装成一种既普遍又充满戏剧性的社会现象。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现实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出轨文化的存在感。然而，艺术虽源于生活，却并非生活的全部真相。49% 的女性出轨率并不意味着日本街头的每一位女性都必然有过婚外情。调查数据可能因样本选择、问卷设计或文化背景而存在偏差。例如，日本社会对出轨的定义较为宽泛，可能包括情感出轨、短期亲密关系，甚至单次约会等，而这些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不被视为严重背叛。此外，调查中受访者的坦诚度也可能影响结果。要理解日本的高出轨率，必须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分工入手。
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虽然在20世纪末逐渐瓦解，但其影响依然存在。许多日本男性在企业中承担高强度的工作，朝九晚九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制让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家庭。加班文化、应酬文化和铁饭碗式的工作模式，使得男性将大部分精力投入职场，家庭角色往往被边缘化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性别分工模式在战后经济腾飞时期进一步固化。根据日本总务省2020年的统计数据，日本全职主妇的比例已从2011年的约 25% 下降至 21%， 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。女性在婚姻中往往承担家务、育儿和赡养老人的重担，而外出工作的女性则面临严重的性别歧视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，女性在同等岗位上的收入仅为男性的 60% 至 70%， 这使得许多女性选择放弃职业，成为全职主妇。这种家庭分工导致了夫妻间的情感疏离，丈夫长期缺席家庭生活，妻子在繁重的家务和孤独中寻找情感寄托。一些女性在采访中坦言，出轨的原因包括丈夫长期忽视自己生活压力过大，追求刺激感，以及对丈夫出轨的报复心理。例如，一位40岁的全职主妇在接受 NHK 采访时表示，我丈夫每天回家都很晚，我们几乎没有交流。我认识了一个对我温柔的男人，虽然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我只是想被关心。日本男性出轨率同样不容忽视。风俗业及合法的性产业在日本有着悠久历史，且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蓬勃发展。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，约 30% 的已婚男性承认曾光顾风俗店，而这在日本社会中被视为一种正常的消遣方式。妻子对此往往选择沉默，部分原因是文化观念的默认，部分原因是经济依赖。日本的离婚法律也对出轨的宽容起到了一定作用。根据日本民法，离婚时一方需要支付高额的赡养费，且只要前配偶不再次结婚，赡养费就需持续支付。这种经济压力使得许多夫妻选择维持表面婚姻，即使双方都知道对方有婚外情。一位日本男性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离婚太麻烦了，赡养费会让我破产。与其离婚，不如大家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涉。此外，日本社会对男性出轨的容忍度高于女性。男性光顾风俗店或与同事发展短期关系，往往被视为压力释放或社交需要，而女性出轨则更容易被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。这种双重标准进一步加剧了婚姻中的不平等。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也为出轨现象提供了土壤。首先，日本社会强调和 WA 及群体和谐，这使得夫妻在面对出轨时，往往选择避免冲突，以维持家庭的表面稳定。其次，日本的耻文化让许多人更注重社会评价，而非个人感受。出轨被发现后，夫妻双方可能出于面子考虑而选择隐忍，而非公开解决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日本女性出轨的动机往往比男性复杂。男性出轨多源于机会或生理需求，而女性出轨更多与情感需求相关。现代日本女性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影响，越来越追求自我实现和生活品质。全职主妇的角色让她们感到被束缚，而婚外情成为一种逃避现实、寻求自我价值的方式。此外，日本的低生育率和丁克趋势也对婚姻关系产生影响。2023年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 1.26， 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。许多年轻夫妻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，传统上维系婚姻的孩子纽带减弱，夫妻关系更容易因情感裂痕而破裂。一些学者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角度为出轨现象寻找解释。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·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中提出，人类的许多行为受基因驱动，
旨在实现基因的最大化传播。在远古时期，雄性为了争夺配偶权，可能杀死雌性前任留下的后代，而雌性通过与多个雄性建立关系，增加后代的存活率。这种进化策略在现代社会中虽已不适用，但在某些学者看来，仍然影响着人类的潜意识行为。然而，这种生物学解释并非主流，且容易引发争议。日本的出轨现象更多是社会、文化和经济因素的综合结果，而非单纯的生物本能。随着日本社会的变迁，出轨现象也在发生变化。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更加开放，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晚婚或不婚。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，2020年日本30至34岁女性的未婚率达到 35%， 比20年前翻倍。女性经济独立性的提升，让她们在婚姻中拥有更多选择权，出轨的动机也从情感空虚转向自我探索。同时，日本政府和企业也在推动性别平等和家庭友好政策。例如，2022年，日本修订了育儿休假法，鼓励男性休育儿假，以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。这些政策可能在未来改善夫妻间的沟通和情感联系，从而减少出轨现象。日本的高出轨率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出轨是个人道德的失败，还是社会结构的产物？在中国，我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难以用简单的道德标准评判。在日本，出轨被部分人视为正常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伤害。无论是选择零容忍离婚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每对夫妻都需要在自己的婚姻中寻找平衡。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，日本的出轨文化或许是一个警醒。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契约，更是社会、文化和经济环境的缩影。健康的婚姻需要双方的沟通、理解和共同努力，而非单纯依赖法律或道德约束。从倭国的历史记载到现代日本的婚姻现实，出轨现象在日本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根源。家庭分工的不平等、职场文化的压力、法律的经济约束，以及文化观念的宽容，共同塑造了这一独特的现象。然而，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观念的变化，日本的婚姻文化也在悄然转型。您对日本的出轨文化有何看法？是认为这是个人选择，还是社会问题的反应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。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们的健康课堂。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，肾脏健康。肾脏可是咱们身体里的清道夫，每天默默帮咱们清理废物、调节水分，保持身体平衡。它就像个不吭声的老黄牛，累了、伤了也不会喊疼。等到咱们感到腰酸、乏力、浮肿的时候，问题可能已经不小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好好唠唠，哪些咱们天天吃的食物可能会悄悄伤肾，哪些生活习惯得改一改，还要分享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养肾宝贝，让咱们的肾脏健健康康，活力满满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动动手指，点个关注或者订阅，咱们的健康干货可是源源不断。如果觉得我讲的有道理，欢迎在评论区打个1，或者分享一下您的健康小妙招，咱们一起交流学习。好，咱们这就进入正题。先来说说那4种伤肾的常见食物。第一种，腌制食品美味背后的盐危机。咱们先从餐桌上最常见的腊肉、咸鱼、香肠、火腿说起。这些腌制食品香得让人流口水。过年过节，家里摆上一盘腊肉，炒个青椒，煮个汤，那味道饭都能多吃2碗。这些食物是老祖宗的智慧结晶，以前没有冰箱，靠盐来保存肉类，既方便又耐放。可问题就出在这盐上，盐吃多了，对肾脏可不是啥好事。您知道吗？腌制食品的盐分高得吓人，有时候一小块腊肉的盐就超过咱们一天需要的量。世界卫生组织说了，
成年人每天吃盐最好别超过5克，可吃点咸鱼、香肠，盐分轻轻松松就超标了。咱们的肾脏就像个过滤工厂，吃进去的盐95%以上都得靠它来排出去。打个比方，肾脏是个勤劳的工人，平时搬100斤货没问题，可要是天天逼他搬200斤、300斤，时间长了，哪个工人受得了？肾脏也是一样，盐分多会让它超负荷工作，慢慢的，肾脏的细胞就受损了，功能也会下降。除了腊肉、咸鱼，像是方便面、调料包、薯片、咸菜、罐头肉，这些加工食品的盐分也高得离谱。朋友们，咱们得下决心，能不吃这些高盐食品就不吃，能少吃就尽量少吃。这不是吓唬人，是对咱们自己身体负责。你想想，肾脏累垮了，腰酸背痛、浮肿乏力，生活多不舒服啊！所以从今天起，咱们得管住嘴，少吃点腌制食品，肾脏会感谢您的。做菜的时候盐别放太多，试试用香料、葱姜蒜来提味，既健康又美味。吃饭前看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，挑低钠的，肾脏负担会小很多。第二种，浓茶喝错了反伤身。咱们中国人爱喝茶，茶文化那可是几千年的宝贝，喝点清淡的绿茶、红茶或者花茶，能提神醒脑、助消化、软化血管，好处多多。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，饭后泡杯茶，聊聊天，日子多惬意。可有些朋友喝茶有个误区，觉得茶越浓越好，茶叶抓一大把，泡得跟酱油似的，喝着舌头发麻，还觉得自己喝出了精髓，这可不行。浓茶喝多了，对肾脏是大大的伤害。为啥浓茶伤肾？有2个坏家伙在捣乱。第一个是草酸，浓茶里的草酸含量特别高，进入身体后，它会跟钙结合，生成草酸钙。这玩意儿不溶于水，容易在肾脏里堆积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形成肾结石。肾结石可不是小事，疼起来让人满地打滚，还可能堵住尿路，伤肾功能。第二个是氟，茶叶天然含氟，适量对牙齿好，可浓茶里的氟超标，肾脏的拼命排出去。长期喝浓茶，肾脏就像个超负荷的机器，累得够呛，甚至可能引发慢性氟中毒，伤骨头伤肾。怎么判断茶是不是太浓？简单得很，看看颜色，尝尝味道。如果茶颜色深得看不清杯底，喝着苦得发涩，舌头喉咙都有点麻，那就是浓茶了。喝茶得求清淡，别追求浓烈，清淡的茶水才养人，浓茶反而伤身。泡茶时，茶叶别放太多，水温别太高，泡个3-5分钟就够了。每天喝2-3杯清淡的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，既养生又养心。如果你有肾结石的毛病，喝茶前最好问问医生，挑适合自己的茶。第3种，隔夜饭菜，勤俭节约也要讲方法。咱们中国人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，一粥一饭来之不易。饭菜吃不完，包起来放冰箱，下一顿热热再吃，家家户户都干过。可我要提醒大家，隔夜饭菜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给肾脏添大麻烦。剩菜剩饭容易被细菌污染，尤其是大肠杆菌。这细菌平时在咱们肠子里老老实实，可要是剩菜放久了或者没存好，细菌就会疯狂繁殖。厨房里空气、筷子、砧板上都可能有细菌。剩菜在储存和反复加热时，很容易变成细菌的游乐场。时间越长，细菌越多，吃下去后，轻则拉肚子、吐得难受，重则可能引发一种叫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的病。这病很凶，细菌的毒素会攻击肾脏里的小血管，导致肾功能受损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所以朋友们，剩菜剩饭得讲究方法。第一，尽量少做饭。现吃现做最好。第二，如果有剩菜，赶紧冷却，别在室温下放太久，尽快放冰箱。第三，用干净的密封盒保存，绿叶菜最好当天吃完，其他菜别超24小时。第四，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，中心温度得超过75才能杀菌。养成这些习惯，肾脏才能少受累。买个好点的密封保鲜盒，
纯菜更安全。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到4以下，冷冻室调到18，细菌就不容易滋生。做饭时估算好量，争取不剩菜，省事又健康。第4种，杨桃对某些人可能是毒果。杨桃这水果长得像个小星星，酸甜可口，夏天喝杯冰镇杨桃汁，解渴又消暑，很多人爱吃。可我要郑重提醒大家，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，杨桃可能是危险品，得敬而远之。杨桃里有一种叫卡兰博辛的神经毒素，还有高含量的草酸。健康的人吃杨桃，肾脏能轻松把这些毒素排出去，没啥问题。可如果您有慢性肾炎、肾衰竭或者高血压、糖尿病导致的早期肾损伤，肾脏排毒能力差，这些毒素就可能在身体里堆积。毒素随着血液乱跑，会攻击大脑和神经系统，轻则打嗝、呕吐，重则意识模糊、抽搐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国内外因为吃杨桃中毒的案例可不少，报纸上、新闻里都有报道。所以，如果您有肾脏疾病，或者正在接受肾相关治疗，杨桃和它的制品，比如果汁、果干、罐头，千万别碰。就算肾脏健康的朋友，也别贪嘴，一天吃1、2个就够了，别一次吃一堆。买水果时挑新鲜的，洗干净再吃。如果您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或者家族里有肾病史，定期查查肾功能。吃杨桃前最好问问医生，安全第一。讲完了伤肾的食物，咱们来聊点开心的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养肾的宝贝——板栗。这可是老祖宗眼里的肾之果，价格亲民，做法简单，养肾效果一流。板栗在咱们生活中随处可见，街边糖炒栗子的香味，谁闻了不流口水？古代人早就知道板栗的好处。南宋的陆游活到85岁，在那个年代可是长寿冠军。他晚年牙不好，胃口差，就靠吃板栗调养身体，还写诗夸板栗能疗肌，帮他补充能量。清朝的乾隆皇帝也爱吃糖炒栗子，尝了一口后龙颜大悦，还写诗夸栗子大小均匀，火候恰好。这板栗真是老少皆宜的养肾好物。板栗怎么吃才养肾？有2种方法，生吃和熟吃，效果不一样，咱们慢慢说。生吃板栗补肾强腰。中医里说，生板栗能补肾气，特别适合腰酸腿软、夜里老起夜、睡不好觉的朋友。做法很简单，买点新鲜板栗，装在网兜里，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风干几天。每天早晚各吃34颗，千万别像吃零食一样嘎嘣嘎嘣吞下去，要慢慢嚼，嚼到跟呼呼一样，混着唾液一点点咽下去。唾液在中医里是肾精的体现，细嚼慢咽能让板栗的营养更好吸收，补肾效果翻倍。这方法特别适合老年人，或者总觉得腰酸腿没劲的朋友，简单又实用。熟吃板栗健脾养胃，熟板栗适合脾胃弱、吃不下饭、容易拉肚子的人，尤其是老人和小孩。推荐2种做法：板栗粥，拿10个板栗仁，现成的或者自己剥，和大米或小米一起煮粥，煮好后加点红糖或蜂蜜，香糯又养胃。这碗粥对消化不良、气虚乏力的人特别好，大病初愈的人喝了也能恢复元气。板栗糕或粉，把板栗蒸熟捣成泥，做成糕点，或者磨成粉，掺在馒头饼里，味道好又养脾胃，孩子特别爱吃。板栗买回家后放阴凉处保存，别放太久，以免发霉。生吃时选个头小饱满的，口感更好。熟吃时可以用刀划个小口再煮或烤，剥起来更方便。光管住嘴还不够，生活习惯也得注意。中医说，肾主骨，肾通脑，肾在腰，肾开耳，肾还管咱们的精气神。咱们日复一日的坏习惯，可能在悄悄伤肾，得改。1点，懒散的坐姿压垮腰和肾。中医把脊柱叫龙骨，是阳气运行的主通道。肾主骨，腰是肾的家。整天瘫在沙发上刷手机，或者弓着背对着电脑，腰椎、颈椎受力大，气血不通，时间长了伤肾气。腰酸背痛、颈椎病
不仅伤骨头，还耗肾。坐直点，腰杆挺起来，肾脏会感谢你。每坐1小时，起来活动5分钟，伸伸腰，扭扭脖子，买个靠背硬点的椅子，坐姿端正，肾脏负担小。2. 过度惊吓吓跑肾气。中医说恐伤肾，突然被吓到，腿软，甚至吓得尿裤子，这是肾气受损的表现。孩子被吓可能尿床，大人长期紧张害怕，可能导致男性阳痿早泄，女性月经不调。少看恐怖片，保持心情平和，肾气才能稳。心情不好时，深呼吸，听听轻音乐，或者找朋友聊聊天，放松心情对肾好。3. 耳朵受虐偷走肾精。肾开窍于耳，耳朵累了，肾也累。现在噪音多，很多人还爱戴耳机，把音量开到最大，伤了听觉细胞，也伤肾。长期耳鸣，听力下降，可能就是肾虚的信号。耳机音量别超60%，让耳朵歇歇，尽量少用耳机，选降噪耳机效果更好。晚上睡觉关窗，减少噪音，肾脏能好好休息。4. 空调吹过头伤肾阳。中医讲，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。夏天空调太冷，毛孔骤然关闭，寒气困在体内；冬天暖气太热，阳气过早散发，肾阳受损，人会畏寒怕冷，腰酸乏力。顺应季节，别让身体忽冷忽热。夏天空调调到2628，冬天穿厚点，少开暖气，别吃冰棍，肾阳才能养好。5. 不合时节的穿衣，寒气伤肾。冬天露脚踝，穿低腰裤，寒气直钻腰和腿，伤肾阳。尤其是腰和脚是肾的门户，得保护好。穿暖和点，别只要风度不要温度。冬天穿高腰裤厚袜子，脚踝别露。晚上泡个热水脚，暖暖的，肾脏爱得很。朋友们，今天内容有点多，咱们来总结一下。伤肾的食物：腌制食品、浓茶、隔夜饭菜、杨桃，少吃或不吃。伤肾的习惯：懒散坐姿、过度惊吓、耳朵受虐、空调过冷过热、不合时节的穿衣，都得改。养肾法宝：板栗，生吃补肾气，熟吃养脾胃，简单又实用。朋友们，肾脏是咱们身体的隐形英雄，不声不响的干大事，可它一旦出了问题，生活质量就大打折扣。年轻时不注意，上了年纪可能腰酸腿软，跑医院成了常态，想出去玩都费劲。保护肾脏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晚年攒福气。肾好，咱们才能走得动，吃得香，睡得踏实，儿女也少操心。健康这把金钥匙攥在咱们自己手里。从今天起，管好嘴，迈开腿，养好习惯，少吃点伤肾的东西，多吃点板栗这样的养肾宝贝，日子过得舒坦又健康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好了，今天的课就到这儿。如果您觉得有收获，记得点赞分享给家人朋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您的养肾心得，或者问问想知道的健康问题。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们的健康小课堂。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重要的健康话题——血栓。一听到血栓这2个字，很多人可能心里一咯噔，觉得哎呀，那是老年人才会得的毛病吧，我还年轻，身体倍儿棒，跟我没啥关系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可得好好听听今天的课了。血栓这家伙可不挑人，不管你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怀着宝宝的准妈妈，整天坐办公室的白领，还是喜欢熬夜的夜猫子，都有可能被他偷偷盯上。根据2024年柳叶刀全球健康的最新数据，全球每年因为血栓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数超过1000万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有超过40%的严重事件发生在夜里或清晨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睡觉时，身体像按了暂停键，血液流动慢下来，血栓就容易趁机捣乱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好好认识这个沉默的杀手，教你听懂身体在睡觉时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帮你和家人把危险挡在门外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做个小动作。如果你觉得健康知识有用，麻烦在评论区打个1，
这对我们继续分享干货是最大的鼓励。有啥健康问题也欢迎留言，我会尽力帮你解答。好，咱们这就开讲。咱们先来搞明白血栓到底是啥。简单说，你可以把咱们的血管想象成家里的水管，血液就像水，平时哗啦啦的流，滋养全身。可有时候水管会出点小状况，比如血液因为吃得太油腻，运动少，变得黏糊糊，像一碗稠粥。或者血管壁被高血压、高血糖磨得坑坑洼洼，不再光滑；再或者血液流动太慢，像小溪快干涸了。这时候，身体里负责止血的小卫兵血小板就会上前修补漏洞，结果一不小心堆出个小血块，这就是血栓。血栓如果老老实实待着，可能问题不大，顶多影响一小块地方的血流。可怕的是啥？它要是发脾气，脱落下来，就像个小炸弹，顺着血流到处跑，跑到心脏的血管，可能引发心肌梗塞；跑到肺部，可能造成肺栓塞；跑到脑子，就可能是脑中风。这些可都是要命的大事。血栓主要分两类：动脉血栓，爱堵在给心脏或大脑供血的血管里，特别危险，堵住了可能直接威胁生命；静脉血栓常出现在腿部的深静脉，脱落后可能跑到肺部，引发致命的肺栓塞。美国心脏协会2024年报告说，血栓形成的三大帮凶，医学上叫 virtual 三要素，是血液太粘稠，像粥一样，血流慢得像乌龟爬，血管壁受了伤，破破烂烂。这三样一凑齐，血栓就容易出生。所以咱们得时刻警惕，别给它可乘之机。以前血栓好像是老年人的专利，但现在年轻人得血栓的也不少。为啥？跟咱们现代的生活方式脱不了干系，坐得太久不动弹。你想想，坐飞机、火车几个小时不挪窝，办公室白领一天到晚黏在椅子上，还有打游戏的年轻人，盯着屏幕好几个钟头不动，腿部血液流得慢，就像河水停滞，淤泥、血栓就容易堆起来。2024年，英国医学杂志研究说，每天坐超过8小时的人得静脉血栓的风险比爱运动的人高2倍。吃得油腻，生活不规律，炸鸡、汉堡、奶茶、甜点吃多了，让血液粘得像浆糊，加上熬夜、抽烟、喝酒，血管就像老化的水管，越来越脆弱。2025年，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指出，高脂肪饮食会让血液粘稠度上升30%，血栓风险蹭蹭涨。某些疾病或特殊情况，糖尿病、高血压会慢慢磨坏血管。手术后恢复期、怀孕期间，身体状态特殊，也容易招惹血栓。比如孕妇肚子大了，压迫腿部血管，血液回流不畅，血栓就爱找上门。压力大、睡眠差，现代人压力山大，晚上睡不好，身体的防御系统就容易失灵，血管也更容易出问题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咱们睡觉时，身体可没完全关机，它像个忠诚的卫兵，时刻守着咱们。如果血栓开始捣乱，身体会通过一些异常信号敲警钟。以下是5种睡觉时的表现，千万别不当回事。信号1，半夜单条腿肿痛、抽筋，睡得正香，突然一条腿，注意是一条腿，不是2条，又肿又胀，摸着有点热，疼得像被绳子勒紧了，甚至抽筋把你疼醒。这可能是深静脉血栓在作怪。为啥？睡觉时身体不动，腿部血液回流慢，淤积下来就容易肿痛。哪些人要特别留心？长期坐着不动的人，比如白领、司机、程序员、孕妇，肚子压迫腿部血管，血液循环差，刚做完手术，活动少的人。美国血液学会2024年数据说，50%的深静脉血栓患者早期都有单侧腿肿、痛或夜间抽筋，所以别以为是睡姿不好或缺钙，赶紧去医院查查腿部血管超声，早发现早治疗，能省不少麻烦。信号2，半夜胸闷气短，被憋醒。睡着，胸口像被大石头压着，喘不上气，甚至被憋醒，只能坐起来大口喘气，过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
这可能是肺栓塞的信号。腿部的血栓脱落后，可能跑到肺部，堵住肺动脉，导致缺氧。严重时，可能几分钟内就危及生命。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指出，急性肺栓塞如果不及时治疗，死亡率高达30%。但如果在发病后6小时内用抗凝药或溶栓治疗，死亡率能降到5%、13%。所以半夜胸闷可不是小事，赶紧去急诊，别拖。信号3，夜里老起夜，尿液颜色不对。一般人晚上起夜12次正常，但如果你最近老跑厕所，睡不好，甚至发现尿液颜色不对，比如发红发黑，这可能跟血栓有关。肾脏需要血液滋养，如果肾动脉被血栓堵了，肾功能会出问题，导致夜尿增多或尿液异常。2024年美国肾脏病杂志说，肾动脉血栓可能引发夜尿增多、腰酸乏力。发现这些症状，赶紧查肾功能和血栓指标，比如第2具体检查，别不当回事。信号4，早上醒来头晕、手脚麻，早上睁眼头晕得像天旋地转，眼前冒小星星，甚至看不清东西几秒钟，手脚还麻得像有小蚂蚁爬。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，血栓在脑血管里捣乱。